呢對非常父母又有 update 啦！今次我個人認為係最荒謬嘅東區醫院風暴啊！喺2026年6月最新嘅公佈就係政府驗證咗你嘅 DNA， 你係2個月大嘅 Danny 仔嘅爸爸媽媽親生。關小姐，我好記得佢獲釋之後呢，佢對傳媒講：我個心係最安穩嘅。呢一幕我仲好記得，我真係忍唔住要將啲邏輯同你去懟破你呢個好虛妄嘅安穩啊！關小姐，你哋係咪高興得太早啊？證實咗親生喺法理上面係唯一排除咗你唔係國際拐帶人口，又唔係販賣人口嘅嫌疑，但係你哋涉嫌刑事嘅係疏忽照顧兒童嘅調查，喺保釋期間裏面，而家先正式開始，蓄意唔搞出生登記，令 BB 喺法律上面做個隱形人，2個月裏面完全斷絕母嬰健康呢啲咁嘅醫療監管，你啊喺香港法例212章第27條裏面已經跨過呢個刑事調查嘅底線啦。就算你係親生爸爸媽媽，都冇權剝奪兒童接受現代醫療同埋法律身份嘅基本權利。起訴未開始，但係喺琴晚2026年嘅6月21號，俾社署保管令接管嘅 Danny 仔突然間喺收容所發燒、流鼻涕或者有痰，所以咧就即刻送咗去東區醫院啦。凌晨時分，阿曾生仲要喊晒口、烏晒位咁樣，話 Danny 嘅情況又嚴重啊，醫生評估可能要接受呢個脊柱刺穿手術啊，唔知係咪腦膜炎啊？好彩今朝早2026年嘅6月22號，Danny 仔咧終於退燒啦！醫生咧就話可能係病毒入侵，可能係普通嘅感冒啫，暫時係唔需要做手術㗎。但係我見到呢場咁嘅醫院風暴咧，我真係覺得好肉酸啊！又係你曾生同關小姐喺傳媒嘅鏡頭喺度講埋你哋呢啲反邏輯，其實你係咪喺度好自私咁喺度做一場大龍鳳呢？大家好，我係法國妹啊，希望你可以 like 呢條片 subscribe 我個 channel 同埋建設性留言俾我。今日要好快咁去講呢單嘢，因為我都好憤怒啊！我哋先講一個好客觀嘅存在，一個令人發指嘅一個鐵證盲點。點解 Danny 仔夜媽媽入醫院正常應該係社署去通知呢對父母啦？點解會有一大班記者嘅呢？點解01會即刻有個獨家專訪嘅呢？哇！拎晒攝錄機，開定晒根喺東區醫院門口度等你。大家可唔可以用呢個媒體嘅常識去推理一下先？社署同埋政府當局打電話，會唔會打電話直接通知各傳媒？喂，Danny 仔入醫院啊，你快啲嚟採訪啦！呢樣嘢係絕對冇可能噶。咁樣邊個 call 傳媒去噶？邊個 call 01去噶？答案呼之欲出啦！大家自己諗下，呢對父母之前警方叫佢接受調查，佢寧願要警方去上門捉你哋啦，拉你哋啦，寧願你個仔俾人哋強行，俾社署強行帶走，你哋喺屋企堅持咗咁多日，口口聲聲又話咩為咗屋企人嘅私隱啊，又話要對抗呢個體制嘅侵犯嘅私隱權啊，結果而家呢，個仔俾人帶走咗2個禮拜，一發燒送院，你哋第一時間做乜嘢啊？你哋第一時間係通知傳媒啊！個仔唔舒服啊，又要做啲唔知乜嘢手術啊，仲要好似好突發咁樣。我覺得你係企圖用輿論去公審社署，同埋向政府施壓。曾先生、關小姐，你哋唔係話全香港最注重私隱嘅人嚟嘅咩？點解最初就係為咗私隱而對抗呢一個驗 DNA 啊？而家為咗同政府打輿論戰，為咗滿足你哋自己對抗呢個體制嘅政治目的嘛？竟然連一個2個月大嘅 BB 病緊嘅親生骨肉嘅私隱，你都可以隨時攞嚟當籌碼去見報？叫你驗 DNA 嗰陣時候，你就口口聲聲講咩私隱啊？而家呢個仔病咗，你高調叫傳媒嚟爭取見報，呢啲係咪雙標行為啊？你哋呢種虛偽真係令人反胃啊！睇翻阿曾生，忍住眼淚咁喺度講做呢個訪問，喺醫院度做呢個訪問，我真係覺得好荒謬啊！好大嘅笑話啊！你講咩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12條喎？嚴肅咁喺度話社署忽視兒童嘅權利喎？曾生你自己同記者講，又話呢個公約第12條規定要尊重兒童嘅意願。你對社署指控嘅理由就係話 Danny 仔要食人奶嘅意願係未被尊重㗎。你仲話 Danny 仔咧之所以發燒咧，係因為社署1星期先可以俾父母去見佢一個鐘頭，只可以喂嗰陣時先可以喂人奶，所以 Danny 仔咧冇人奶食，健康係每況愈下。各位，我真係好想講清楚呢一個法律精神，同埋撕破你呢個虛偽嘅邏輯啊！請問一個2個月大連講嘢都未識講嘅 BB，
頂多只可以用喊啊叫啊，你話佢自己肚餓。一個2歲大嘅 BB， 到底點樣可以跨越人類嘅語言障礙？點樣去形成法理嘅意見？然後開口同你真生講，佢喺聯合國國際公約法理上想食人奶嘅個人意願啊！兒童權利公約第12條呢，原文嘅精神係保障有能力形成自己意見嘅兒童有權自由發表意見。一個 BB 大腦皮層都未發育完成，最核心嘅就係個基本嘅權利啊！喺公約入邊裏面叫做生存權、健康權同埋接受現代醫療監管嘅權利啊！真生，你根本將你哋自己抗拒呢個 formula milk 啊，抗拒呢個體制啊，崇尚呢個極端治療療法，你呢啲個人偏執，強行咁樣塞入去一個唔識講嘢嘅 BB 嘅口裏面，作為你同政府開火嘅防護網啊！你話社署1星期先俾你哋見BB 一次，仲可以只見1個鐘去餵人奶，搞到父子分離。我想問，究竟邊個搞到今時今日你哋父子分離啊？係咪真係 formula milk 啊？如果你哋喺當初喺呢個法例42日裏面幫 Danny 登記申請出世紙，如果你哋係配合社署警方調查，大方拎啲 DNA 驗證出嚟，你哋會俾人拉咩？Danny 仔會去到收容所咩？親手剝奪 Danny 仔冇人奶食，親手要而家去到醫院，可能要做呢個針刺脊骨手術，唔係社署啊，而係你哋呢對自私到極點嘅非常父母啊！仲有啊，真生，我真係覺得好可笑啊！你到底知唔知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3條第1款嘅原文係點寫㗎？條文係清清楚楚寫明，關於兒童的一切行動，不論是由公司、社會福利機構、法院、行政當局或立法機構執行，均應以兒童的最大利益為首要考慮。乜嘢叫做兒童最大利益啊？喺國際人權法同香港嘅家事法庭，最大利益就係生存、健康同埋得到法定身份嘅保護，免受虐待同埋疏忽照顧啊！你哋將一個2個月大嘅 BB 係完全冇自理能力嘅親生仔啊！你當佢哋咩啊？你當一個係一個體制裏外面嘅隱形人咁樣，專登唔去登記出世紙，唔帶佢去育嬰院或者健康院，亦都唔幫佢做啲咩基本嘅疫苗。當警方同埋社工上門調查，你就話啲咩所謂嘅私隱權啊、反疫苗觀念，拒絕合作。到警方真係拉你啦，你先肯去驗呢個 DNA， 結果 BB 咪有呢個保護令咯，所以你哋咪要分開咯。而家個仔入咗收容所啦，因為冇疫苗保護，普通嘅感冒病毒咪感染到發燒送院咯。醫生只係講話可能有呢個刺穿脊椎嘅可能，因為大女點死㗎？大女就係腦膜炎啊！佢哋醫生係唔想呢個悲劇再重演啊！真生，我真係好想反問你啊！由始至終，到底邊個一直自己對抗呢個體制？呢啲係咪你哋嘅私欲？將你哋自己盲目嘅極端嘅自然療法嘅觀念凌駕喺 Danny 仔嘅生命佢嘅健康之上啊？邊個啊？係你哋啊！政府動用呢個保護兒童同埋少年條例，發出呢個保護令，將 Danny 仔進入呢一個現代醫療體制監管，幫佢做體檢。佢喺發燒嘅時候，即刻揾醫生去救治佢。呢啲係100%去實踐去踐行呢個兒童權利公約第3條你所講嘅兒童最大利益啊！你居然好意思拎呢條法例嚟指控保護你仔仔、照顧你仔仔嘅社署社工？你呢種精神係咪惡意扭曲呢4個字啊？兒童利益啊！That is bloody ridiculous。好，既然你將食唔到人奶上綱上線咁樣去話違反呢個聯合國嘅公約，我今日就想同你用一個好簡單嘅醫學常識嚟提出一個全香港媽媽或者甚至有普通常識人啊都會覺得好好笑啊！Danny 仔已經被社署帶嚟咗你哋身邊2個至3個星期啊！一個喺哺乳期嘅媽媽，如果每星期只係見到 BB 一次，仲要只係1個鐘餵到 BB 人奶一次，佢憑乜嘢可以隨時隨地隔咗7日、14日去到醫院期間就有源源不絕嘅母乳可以即場授乳呢？人類嘅乳汁分泌呢，全部係由大腦嘅催乳素同埋催產素控制嘅，係有一個 demand and supply 咁解啊。BB 吸啜得多，
又或者媽媽定時定候用奶泵去泵啲奶出嚟嘅，身體先會繼續咁去製造啲母乳。如果一個媽媽連續1個星期啊、2個星期啊冇好穩定咁俾 BB 去吸住，亦都冇定時定候咁去泵奶，喺醫學上邊只有2個生理結果：一，你個大腦就會判定你唔再需要 produce 呢啲母乳啦，幾日之內就會完全係生理退奶。第二，如果大腦仲分泌緊呢啲咁嘅激素嘅話，但係你又塞住咗排唔到出嚟，啲母乳就會變質，可能會有急性乳腺炎，媽媽會好痛到發燒啊，乳房又會紅腫晒啊，可能要開刀抽膿啊。咁我想問下關小姐，你同 Danny 仔分隔1個星期啊、2個星期啊，而家去到東區醫院，你居然可以拎住呢個人奶意願嚟大做文章，我哋客觀咁去諗一諗。可能就係你喺過去嘅1個2個星期，每日都定時定候，隔3、4個鐘就要泵奶去維持呢個奶量。但係如果係咁樣做，你過去嗰個幾2個星期泵出嚟嗰啲母乳去咗邊啊？你哋有冇要求過社署將你泵出嚟嘅母乳拎去收容所俾 Danny 仔食呢？好似冇喎。今日你喺醫院講嘅嘢，咪就係想帶出呢個輿論壓力咯。第二個可能亦都係最大嘅可能，就係醫學上邊，你嘅生理上邊，你一早就退咗奶啦，你根本就已經冇奶奶可以 produce 出嚟啦。每次見傳媒啊出嚟影相啊，你連胸圍都冇帶，咁如果真係隨時隨地有奶奶可以 produce 到出嚟嘅話，你件 T 恤應該會成日都濕透噶嗬。你之所以喺醫院門口附和真山，大聲咁講咩人奶意願，其實你咪喺鏡頭面前擺姿勢咯。反正入咗醫院病房閂埋拉鏈，你有冇奶水餵，出邊嘅記者冇人可以睇到噶。呢個唔係叫母愛，呢個係叫做你消費緊自己嘅親生骨肉，利用公眾嘅常識嘅盲點喺度演戲，喺度影后級嘅演技。曾先生、關小姐，我發覺妹好想喺度同你講一句，請你收起你哋嘅虛偽嘅眼淚啦！你哋連最基本母乳嘅生理學、聯合國公約法理同埋現代醫學嘅常識，你都喺度侮辱緊啊！呢個證明你哋唔係在乎緊 Danny 仔肚唔肚餓，有冇人奶食，你哋在乎嘅由始至終都係你哋嗰套對抗體制嘅自私光環。喺法律角度嚟睇，政府發出嘅兒童保護令係完全無懈可擊嘅，而且係一場及時嘅合法嘅救命措施。若果由得你哋繼續執迷不悔， Danny 仔就會繼續做香港嘅非法黑市人口，病咗冇醫療記錄，發燒就係靠你哋所謂嘅抵抗力去抗衡。警方上門拉人唔係體制迫害啊，而係用法律嘅力量去將一個無辜嘅 BB 喺你哋呢啲咁嘅思想走出嚟啊！睇翻你嘅歷史啊，二女 Lily 喺瑞典寄養家庭，皮膚好翻，有學翻，過住啲正常人嘅生活。而家細仔 Danny 呢，佢今次係有社署去介入，先可以合法咁入醫院做體檢啊！喺感冒發燒嘅時候，得到最基本嘅現代醫療照顧。呢個故事話俾全香港人聽，真正帶俾仔女帶嚟安全同埋健康嘅係現代嘅法治體制同埋醫學。而你呢對非常父母呢，一直都係用親生仔女嘅健康嚟去教育佢哋，去養育佢哋，去餵養佢哋，對抗呢個體制嘅自私心魔。Danny 仔嘅血緣證實咗啦，但係你呢對非常父母嘅刑事審判仲未開始啊！請你哋收手啦，唔好再用呢啲咁嘅輿論壓力去做呢啲咁嘅風波啦，好難睇啊，好肉酸啊 ！Danny 仔親生噶，真心真意去照顧小朋友啦。做呢啲咁嘅大龍鳳冇用噶。好啦，我要趕住返工啦。今日有少少氣憤啦吓，希望大家唔好介意。記住 subscribe 我個 channel，like 呢條片，同埋留低你哋點睇呢件事，話俾我知。大家同我睇法係咪一樣？我哋下次再傾，拜拜。